香港每日樓市點評2026年5月8日，啟德跑道區是近年新盤市場的重點區份，區內多個新盤相繼登場。隨着區內發展漸趨成熟，加上啟德智能綠色集體運輸系統重新上馬，令啟德跑道優項目銷情加快。其中啟德跑道區的壓軸項目長實發展花與海第3期項目上月入紙申請預售，合共提供282伙單位，預計於明年9月底落成。長實發展花與海項目共分3期發展，其中第1期及第2期已於去年年中獲批預售樓花同意紙，分別提供307伙及416伙，連同剛申請預售的第3期，合共提供1005伙。預計項目可望於今年年中正式展開推售。另外，熱賣中的恆地紅磡首岸項目第2期亦於上月申請預售，共涉及384伙。以上，香港地產最新訊息由世紀21香港C21HK提供。